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3月份的 CPI、PPI。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这個3月份 CPI 和 PPI 的數據，我是看第一財經今天他報道的。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6年3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就是 CPI 環比下降 0.7%， 同比上漲 1%。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核心 CPI 同比上漲 1.1%。就是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意味着什麼。 CPI、PPI 可以說是咱們經濟發展的一個溫度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工業生產者出廠指數就是 PP 環比上漲 1%， 同比上漲 0.5%。 那這個意味着什麼？它 PP 結束41個月同比負增長，跟去年的3月份比，咱們已經41個月都一直在負增長，同比。今年3月份結束了，那是不是轉折點到了？這就是很重要。這是 PPI 自2022年9月以來首次同比轉正，標誌着工業生產價格結束長期通縮態勢。這意味着什麼呢？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首席統計師董麗娟，他在官方解讀中說出 CPI 同比溫和上漲，主要受工業消費品和服務價格支撐，但環比下降主要受食品和服務價格季節性回落影響。你想象一下，咱們前2天說的豬肉創了幾年的新低，那豬肉價格對 CPI 影響也很大。所以 CPI 跟去年比同比溫和上漲，但是環比跟2月份比它又是在下降，又是通縮，對吧？ PPI 同比轉正則主要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行和國內部分行業供需關係改善雙重驅動。這是官方解讀，我們要看看各個機構它是怎麼看待這個事的。這個3月的 CPI 同比上漲 1%， 比2月份呢有所回落，2月份是 1.3%， 但是仍處溫和區間。核心 CPI 同比上漲是 1.1%， 顯示非食品、非能源價格穩定，環比下降 0.7%， 主要拖累來自食品下降了 2.7%， 和服務是下降 1.1%。 這個主要是跟這個季節有關，也就是2月份它有個春節，又受春節影響。董麗娟詳細拆解說，食品價格中鮮菜下降 10%， 鮮果下降 3.3%， 豬肉下降 7.3%， 5項合計拉低 CPI 環比約 0.45個百分點。服務價格中，飛機票下降 29.5%， 交通工具租賃下降 18.9%， 旅行社收費下降 14.2%， 3項合計拉低約 0.34個百分點。大家記住了，3月份機票也在下降，這個租車也是在下降，這都是下降 30% 價格。這個旅行社收費下降 14%， 你就知道為什麼現在旅遊的人還挺多。咱們以前節目都說了，旅遊的人數多了，但是總收入沒怎麼增長，人均消費還下降了。你看在這兒就能看出來，這個數字能對上飛機票下降 30%， 租車下降 20%， 旅行社收費下降 14%。 那你說你出去玩，人雖然多了，但是人均消費還是在下降的。工業消費品價格環比上漲 1%， 較上月擴大 0.6個百分點。其中汽油價格因國際原油震盪和國內調控上漲 11%， 貢獻顯著，就知道為什麼還要上漲。上漲在這兒漲了 11%， 這個貢獻很大。而現在黃金成了拖累項。3月份呢，黃金飾品價格在連續8個月環比上漲後首次下降 4%。 3月份這黃金是不是一直在下降？黃金居然也拖累了 CPI。 證券日報4月8日採訪顯示，他說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預計 CPI 同比 1.3%， 環比是負的 0.4%。 財通證券研報預計是 0.9%， 招商證券預計是 1.5% 左右。實際數據落在預測區間中下線，也就是說是比較悲觀的，不達預期，就是它在預期的底部下部，顯示春節後消費需求快速回歸常態，季節性因素主導環比回落。這是 CPI。 那 PPI 呢？41個月負增長終結，
環比創48個月最大漲幅 ，PPI 同比由2月下降 0.9%轉為上漲 0.5%， 環比上漲 1%， 為48個月以來最大漲幅。這個官方解釋，就董麗娟強調2大驅動，一是國際輸入性因素，有色金屬礦採選業價格同比上漲 36%， 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由降轉漲 5%。二是國內供需改善，光伏設備及元器件製造上漲 5.2%， 鋰離子電池製造上漲 2.5%， 光纖製造上漲 76.1%。整體數據呈現 CPI 溫和 PPI 回正的組合，大體上看感覺好像還比較樂觀，但實際上你仔細想，它也樂觀不起來。樂觀什麼意思呢？反正這個你看 CPI、PPI 48個月最高漲幅，市場此前對通縮壓力的擔憂有所緩解，但是你要仔細看，你才發現它這種緩解是外部輸入性通脹加季節修復的結果，它不是內生需求強勁反彈導致的。什麼叫外部輸入呢？那不正是特朗普在伊朗幹戰嗎？導致原油價格上漲。你看咱們這個汽油的漲價漲幾回了，這1個月大宗商品價格也在漲，這叫輸入型通脹。你想我們感受的這個數據都是輸入型通脹，那美的那邊也差不多，所以美的通脹它更受不了，它本來就在通脹，你在輸入型通脹双管齐下，所以特朗普他着急啊，他希望霍爾木兹海峽趕緊通航，就这個道理。那這種輸入型通脹對我們好還是壞？所以剛才從這個官方解釋，鮮果、鮮菜、豬肉季節性回落明顯，實際上反映出供給充足與需求淡季。豬肉價格同比下降 11.5%， 顯示生豬產能仍處高位，去產能周期尚未完全傳導。節後出行和服務價格大幅回落，反映消費假日效應退潮。核心 CPI 同比 1.1%， 雖穩定，就是 CPI 但低於2月的 1.8%， 也就是你要這麼看，實際上我們還在通縮之中，顯示居民消費意願尚未完全修復。工業消費品、汽油上漲貢獻突出，黃金飾品回落，反映國際金價調整。數據存儲設備上漲 5.5%， 顯示部分高端消費的韌性。路透社分析指出，說3月 CPI 環比下降幅度超出季節性預期，顯示春節後消費動能快速衰減，與2月假日消費峰值形成鮮明對比。而財新網評論認為，核心 CPI 穩定在 1% 以上，表明政策穩消費初見成效。但豬肉等必需品價格持續下行，仍拖累整體通脹預期。關於 PPI 輸入性通脹主導，什麼上游行業、石油、化學、有色金屬形成 PPI 環比的主力。中下游光伏、鋰電、新能源材料價格上漲，傳統行業黑色金屬、煤炭價格小幅回升，受益於節後復工復產，幅度有限。這個彭博社說 ，PPI 環比創48個月新高。主要得益於國際原油等大宗商品傳導，而非國內需求全面復甦。而招商證券研報強調PPI 轉正結41個月的通縮，但若扣除輸入性因素，如果把輸入性這種就是礦石、還有能源、石油的價格這種因素去掉，國內工業品價格仍顯疲弱，過剩產能壓力猶存。這是招商證券認為，所以我們要知道 CPI、PPI 現在這個變化到底意味着什麼，什麼原因造成的，你才知道經濟的體溫計，你這作為一個經濟的這種軀體，它到底是好了還是更弱了。這個民生銀行溫彬他認為，3月 CPI 環比回落符合季節性，但服務消費韌性仍存 ，PPI 轉正主要靠輸入性因素，國內供需改善有限，需警惕輸入性通脹對企業成本的擠壓。這就是咱們老說的，你說我們內生性的沒有改變，就是我們的消費能力沒有提高，消費意愿沒有增強。你這個時候輸入性通脹什麼意思？你看原材料價格在上漲，能源價格上漲，企業它的成本是不是在上漲？企業的成本在上漲，但是它生產的商品它也不能漲價，因為咱們消費能力沒有提高，
咱們消費意願也沒有增强，你要漲價你就賣不掉，那怎么办？它不涨價，它成本又在增长，所以是不是它利润急剧下降，甚至企業開始出現虧損？這就是輸入性通脹帶來的麻煩。它不是我們消費提高了，是我們有錢了，我們去消費導致了通脹。所以你要持續時間長，很有可能很多企業它就倒閉了，幹不下去啊，停產。那企業一停產，那不職工就得下崗嗎？職工就是失業嗎？一失業，你職工收入更低，沒收入了，這不就惡性循環嗎？那麼國際媒體與機構，他們是怎麼看待咱們 CPI、PPI 的這些數字呢？總體結論叫外部衝擊疊加內需疲弱。彭博社說，3月數據混合信號明顯 ，PPI 回正得益於中東衝突推高油價，但 CPI 環比大幅回落，凸顯消費疲軟。彭博社分析師指出，中國經濟面臨輸入性通脹加內需不足的兩難，那這就是戴維斯雙殺，內需不足還要輸入性通脹，導致居民預防性儲蓄高企，壓制消費。路透社的觀點說 ，PPI 結束41個月負增長是重要里程碑，但主要由國際大宗商品驅動。CPI 同比 1%， 低於市場部分預期，顯示節後消費快速遇冷。路透社引用匿名經濟學家觀點說，地緣政治風險主要指的是伊朗局勢正通過能源價格傳導至中國，疊加房地產調整，通脹回升基礎脆弱。財經網他發表了文章說，綜合多機構觀點，3月數據驗證政策效應，但強度不足。核心 CPI 穩定，顯示服務消費有韌性，但食品價格下行反映農業供給過剩與需求疲弱並存。財經網特別強調，他說 PPI 轉正不等於通脹全面回歸，過剩產能與弱需求仍是主要矛盾。而野村證券認為，3月 CPI 回落至 1%， 符合預期。PPI 轉正主要靠油價，全年通脹目標 2%， 面臨上行壓力，但內需復甦仍是關鍵變量。就說1000到10000還是內需。而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國際投行後續報告普遍認為 PPI 回正緩解企業利潤壓力，但 CPI 低位運行凸顯居民信心不足，財政與貨幣政策需協同發力。所以說，根據國內的投行、券商還有國際機構他們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也就是說3月的 CPI、PPI 數據溫和回暖，並未改變中國經濟面臨的多重結構性隱憂，這就是結論。你要具體說的就要分5個方面，一個是內需疲弱與消費信心不足，仍是核心矛盾；第二個是 PPI 轉正依賴外部輸入，國內供需失衡未根本緩解；第三個就是房地產調整與資產負債表修復壓力持續；第四個是外部衝擊放大內部脆弱性。外部衝擊主要指的是中東衝突。路透社援引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顧問觀點說，要警惕通脹回升與增長下行的雙重風險。那第5個就是結構性通縮風險與政策傳導效率待提升。核心 CPI 低位運行，疊加豬肉等必需品價格下行，表明輕度通縮苗頭仍存。這個復旦大學學者張軍說，名義 GDP 增速低於實際增速，物價問題是當前體感溫差的根源。高儲蓄、低消費、低通脹循環可能固化，削弱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機構普遍呼籲需加大財政刺激，消費券、社保完善與結構性改革，去產能、提振信心，否則2026年 GDP 目標實現難度加大。這就是國內的券商機構還有海外一些機構對咱們3月份 CPI、PPI 的一個解讀。總體而言，就是2020年3月 CPI、PPI 數據是政策顯效加外部輸入的階段性成果，但難以掩蓋內需疲弱、結構失衡與外部脆弱的3大隱憂。中國經濟正處於信心修復與動能轉換的關鍵窗口期，唯有通過更大力度改革與精準刺激，
方能實現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目標。也就是咱們3月份这個數字看上去好像還行，但是你要扒開了看，那就是隱憂，這個數字掩蓋了這些隱憂。說1000道1萬，就是內需不振，消費低迷。內需不振，消費低迷。說來說去又是咱們是收入預期不好，收入低。我记得前2天咱們介紹了北師大的教授董帆，他說我們2025年有166萬億的儲蓄，關鍵是從2015年開始到2025年這10年，這個儲蓄是增長了2倍還是3倍吧？以前是50萬億，那為什麼中國人不消費？為什麼消費還越來越差，存款越來越多？所以說这就是咱們要聊的消費。我為什麼說剛才你 CPI、PPI 感覺還好了一點，就是結構性的，你感覺好了一點，實際上你好了那一點是什麼？怎麼好的？是外部輸入的，是因為大宗商品價格漲了，是因為原油價格漲了，這是輸入的，這不是你消費能力強了拉動的，反而跟我們消費有關的這些它還在萎縮，比如豬肉價格一路下行，機票、租車這些都在便宜。為什麼？消費不暢，不花錢。那邊外面漲價那是被迫的，人家你不漲價人不賣給你，油價就在漲。那你說這不就是对牛馬对韭菜來說，這叫內外夾擊。有媒體報道說我們為什麼消費不行？我記得以前咱們也說過一個數據，咱們老說大頭小頭，那小頭就是我們私人財富在私人手上。那我們私人手上財富到底有多少？這有媒體統計過，這個數據從哪來的咱們不知道，這個就只是參考。中國社會總財富是790萬億，這個恐怕大家能查到。就是我們中國所有的財富加一起是790萬億人民幣，國有資產是360萬億，就是大頭唄。私人財富是460萬億。既然中國私人財富460萬億，那怎麼消費市場卻總是萎靡不振，對吧？超市的平價商品更受歡迎，高端消費門可羅雀。你想啊，460萬億，我們就14億人，你想人均是多少吧？人均30萬還不止，對吧？那為什麼消費這麼差呢？一邊是總量驚人的財富，一邊是持續低迷的消費，這矛盾的背後藏着中國經濟深層問題。央行一直在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按理說錢變多了，物價上漲，消費活躍，這是經濟學的基礎邏輯，但現實是 CPI 甚至出現負增長，消費市場持續疲軟。你看3月份的 CPI， 对吧？比2月份還要差，進入通縮狀態。大家知道 CPI 它是不含房價的，房地產不在 CPI 裡面。CPI 主要反映與居民當期消費密切相關的消費品及服務價格變動。商品房購買屬於投資範疇，不納入 CPI 統計。但是這個房屋租賃、水電、燃氣等居住支出，它又算在 CPI 裡面。這幾年房價持續下跌，對整體物價的抑制作用被低估。對普通人來說，房子是家庭最大的資產，房價下跌带来的資產縮水感遠比 CPI 數據更強烈，直接抑制了消費意願。剛才說了，咱們私人財富是460萬億，但是你要人均就是一人30萬，可是它的分布是極度不均勻的，並不是說460萬億除以14億那麼簡單。為什麼？數據顯示僅 0.33% 的人口，也就是一共460萬人持有290万億的財富，也就是460萬億這個財富裡面一大部分只有460萬人共享。你把這第一梯隊給它去掉，你460萬億就剩170萬億了，而這170萬億你再除以14億，這還不夠。第一梯隊的這個占人口 0.33% 的這460萬人，他們人均資產是6300萬，所以財富分配是極度不均衡。胡潤報告也顯示，真正能達到高淨值標準，扣除債務後就是淨資產啊，淨資產扣除債務後能拿出600萬現金，這個家庭全國僅414萬戶，占比不到 1%。中國中產規模約1億人，人均資產111萬，但現實很殘酷，這部分人大多是紙面財富、紙面富貴，資產主要集中在房產上。近幾年房價下跌，導致資產持續縮水，消費能力不斷衰減。
原本計劃升級消費的錢都變成了應急儲備金，不敢輕易動用。理想的社會結構應該是橄欖形，以中產為主，富人、窮人都佔少數。但目前的現實更接近金字塔形，92.6%的人口僅持有少量社會財富，他們是消費市場的主力，卻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實際上現在不是叫金字塔形，現在人家叫圖釘形。金字塔是尖尖的往下，它越往下人越多，但是这個图釘形，富有的人和中產都少，剩下人全部集中在下面。图釘形像图書釘一樣的。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34707元，也就是說一半的人收入是在這個之下的，這是年收入，折算下家庭月收入中位數不足5000元，可支配收入還要分攤老人、兒童，真正能用入消費的錢少得可憐。如果說低收入是消費的拦路虎，那麼高負債就是致命一擊。中國家庭的負債結構幾乎被房貸、消費貸、互聯網貸款填滿，房貸占家庭總負債的60%，主要集中在30到45歲的中青年群體。這部分人正是消費的中堅力量，但每月動輒幾千上萬元的房貸讓他們不得不壓縮消費，房價下跌讓他們面臨資產縮水，進一步不敢花錢。消費貸和信用卡負債9.7萬億，主要是20到35歲的年輕人，很多人陷入高息循環負債，工資先還貸款，沒有多餘的錢敢消費。互聯網貸款規模12.8萬億，主要覆蓋90後、00後，這類貸款門檻低，還款壓力大，違約率持續攀升，年輕人消費空間嚴重擠壓。關於互聯網貸款、消費貸、信用卡這些，我們也介紹過，很多銀行現在在甩賣這些不良資產，處置跟這些數字完全吻合。那你說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怎麼消費？央行調查顯示，有負債城鎮居民家庭占57%，其中76%的負債用於購房，低收入家庭和工薪階層的償債壓力山大。所以說，雖然我們小頭私人部門一共是460萬億，你感覺好像不少，怎麼消費上不來？你這麼一算，你發現大頭就是占多數人，他銀行存款都不到1萬塊，他拿什麼消費？一個月工資3、4千，拿什麼消費？有的稍微工資高一點的不幸買了房，按揭貸款給他套死了，現在正是玩命的攒錢還按揭貸款，有的人甚至想提前還，不想被他套，提前還了你心安，因為你現在就業你很難保證你有10年的就業，你能一輩子都賺錢30年，所以現在趁你有工作的玩命的攒錢，攒完錢就還按揭貸款，他就不会消費。所以這麼一個大的賬心裡有數，你就知道為什麼消費起不來，了然於胸。你讓他怎麼起來，你怎麼刺激都沒用。你的消費就是別人的收入，你不消費別人也沒收入，這是不是一個惡性循環呢？別人沒有收入，別人也不消費，這就是消費效應阻斷。消費乘數意味着一個人消費會變成另一個人的收入，進入而帶動更多的消費。目前人口93%的基礎消費群體購買力不足，無法形成有效循環。460萬億財富帶不動消費，並不是因為人們不願意消費，而是因為想消費的人沒有錢，有錢的人不消費。有錢的人不光是不消費，他主要是不敢消費。你想，没錢消費的人是大多數，大家都在眼巴巴的看着。有錢的人他也不敢消費，你一消費那就叫炫富，你一炫富就會有網暴，人家就問你那個財產來路不明，你是不是貪的？那灰色收入，那很多人就覺得你一消費還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所以他就偷偷摸摸消費。怎麼消費？跑到日本、韓國、海外去消費，是這樣的。在國內他裝窮，穿個布鞋，我一個月就花不到3000塊，但是在海外消費，你這不更加加劇了這個國內這個困境嗎？有錢人不在國內消費，他跑到海外消費，這裡面有很多問題，咱們也不能說他這個就是道德什麼之類的，我只是說這種現象。他越不敢在國內消費，你國內的經濟就越差，叫窮鬼殺惡鬼，有點錢的人都跑了。所以說你看，少數有錢人他也不敢在國內消費，害怕。好，剩下的都是底层的，都没錢的，反正你想消費不了。
所以你消費就是一塌糊塗，越刺激越不行。所以說消費疲軟的本質是財富分布失衡與債務增長模式共同作用的結果。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基礎消費群體購買力不足，同時房價下跌帶來資產縮水，人們的消費意願被進一步抑制。所以想要激活消費市場，除了刺激消費發放消費券，還要解決好教育、醫療和農村養老、城市就業，通過結構性改革重建橄欖型社會，縮小財富差距，減輕家庭負債，讓460萬億財富能夠真正流動起來，惠及更多普通人，中國經濟才能獲得持久的增長動力。說來說去就是分配的問題，怎麼樣讓這個460萬億的財富多往下層去流動，或者是你不大頭呢還有300多萬億嗎？國有資產想辦法往底层流动，讓底层的人有錢花起来，底层人钱花起来他才能往上流动。这富人拿到錢之後想辦法讓他也得參與流動，把錢花出來。這個世界反正牛馬是越來越累，牛馬的壓力越來越大，心也越來越累，但是牛馬的收入待遇卻在肉眼可見的下降。這就是問題所在，就是你越努力你反而收入越差，這是為什麼？就這個問題要不解決，那這社會好不了。現在大量的30歲的80後，他已經形成一個怪圈，就越努力越積極向上的現在越慘，這就是一個示範效應，叫負循環。因為你努力，你玩命的學習，考上了深圳或者考上了上海，因為你努力在那玩命的攒錢工作，你手头有點錢買了一套房，你都对吧？你平時也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消費，買了房，結果現在房價了，跌了就跌了也無所謂，對不對？你這一套房住，結果你還失業了，你完了，前半生白忙，房子賣掉還銀行還不夠，你什麼錢都打裡面去了，半生白忙，完了你還背了一屁股債。反而那些不努力的，对不对？那些跟你同时代的那些人也沒好好學，完了这個工作也不認真，上3天打魚2天曬網，也沒攢下個錢，更談不上買房，反而他還好，雖然不富裕，但是他也沒負債，掙點錢夠這個月花就行了。這反而這樣的人，哎，現在看上去過得還好，歲月靜好。你越努力，這些人越慘，這就是變成一個負向的循環。那你說問題出在哪兒？所以你不要動不動怪年輕人躺平，怪年輕人不上進。你這個社會給他的樹立的榜樣就是他上進沒有用，一份耕耘沒有一份收穫，反而一份耕耘就有一個大坑等着他。那只能說這個社會病了，越努力越慘嘛。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